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甲 Meta 面册执行长祖克伯，30号第一届的电脑画图大会公开来对谈。两个人除了彰显着互相来换外套的桥段，嘛讲到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祖克伯嘛讲到 Meta 过去甲苹果的恩怨，佮因此讲话有讲较粗脆。黄仁勋是更生笑甲化解掉，也毋过伊有提醒着祖克伯，讲这是现场的直播。I made one for you. You did? You did? Yeah.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和Meta执行长祖克伯头一遍伫电脑画图大会公开对谈，中现3月两个人换穿外套的画面。祖克伯送黄仁勋一领配衫外套，黄仁勋是将身躯顶迄领配衫烫落来送伊，看会出来两个人的好交情。也毋过 Too many things that I've tried to build and then have just been told, nah, you can't really build that by the platform provider. That at some level I'm just like, nah. There goes our broadcast opportunity. Yeah, no, sorry. 黄仁勋是笑开化解外交，也毋过产业界解读讲，祖克伯讲到的就是自2021年苹果更新，会当要求 App 被追踪使用者，和 Meta 2022年推高，因为投资广告难度提悬，地数损失900亿美金。两个人也讲到 AI 的发展。That I love about your vision is you also believe that everybody and every company should b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AI. 祖克伯讲到 AI 的竞争，表示开源家己的模型，才会当为生态系统得到利润，未去互竞争对手限制掉咧。那对市场的看法，两个人想法相像。后的发展，当然苹果会自己有自己的 AI 的架构了，并不是所有的晶片都能够一次都开发完成，所以它还是需要借助外力的。根据苹果新发表的技术文件，讲到 AI 模型选择以谷歌刻制晶片以成训练，不是使用辉达的产品。专家嘛讲 ，AI 晶片的大战是愈来愈激烈。虽然讲辉达超微和 Intel 是三卡都的局势，也毋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大脑嘛当咧找出替代选项，加做比较，才会当创造更较侪利润。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